想喺財富增值路上奔騰跳躍，你需要一個充滿動力、時刻為你爭取增長潛力嘅儲蓄方案，助你朝着人生不同階段嘅目標進發，一躍而上。Esa 安盛嘅安進儲蓄系列2，躍進，既進取又靈活，只需供款5年或10年，就能發揮儲蓄嘅最大增值潛力，助你向夢想邁進。躍進具備4大優勢，為你財富增值注入源源動力。躍進第一個優點係可觀嘅財富增值潛力。Esa 安盛會將你同其他保單持有人繳交嘅保費匯集成一個分紅基金，並由專業團隊進行投資。喺保單生效3年後，我哋會以2項非保證紅利嘅形式，即係保額增值紅利及中期紅利，向你支付有關份額，等你享有儲蓄嘅增長潛力。躍進更提供保證現金價值，助你財富更進一步。躍進第二個優點係靈活運用儲蓄。儲蓄係一個長期承諾，為咗俾你靈活咁去應對人生不同階段嘅財務需要，你可以喺保單提取已宣派嘅保額增值紅利及相應嘅中期紅利嘅現金價值。你更可申請保單貸款，以作應急之用。躍進第三個優點係傳承財富至後代。你可以選擇喺首個保單年度完結後更換被保人，保單可以持續生效，直至最新被保人100歲為止。更換被保人唔會影響保單價值，輕輕鬆鬆咁助你財富代代相傳。躍進第四個優點係守護至愛。躍進除咗幫你儲蓄，更提供人壽保障。如果被保人喺最初被保人60歲或之前及保單生效3年後身故，保單會派發額外已繳標準保費總額30% 嘅身故賠償，全面助你守護至愛家人。一齊睇下平面設計師Duncan點樣善用躍進去幫囡囡籌劃升學同打造豐盛嘅退休生活呢？Duncan性格積極進取，希望爭取儲蓄嘅最大增值潛力。喺Duncan35歲嗰年，囡囡Stephanie啱啱滿月，佢以保單持有人身份投保咗躍進，被保人係女女。Duncan喺囡囡19歲起，連續4年，每年提取37,500美元，合共15萬美元，作為囡囡嘅大學學費同生活費，完成囡囡嘅海外升學夢。之後保單一直滾存，喺 Stephanie 65歲嗰時嘅總現金價值已經超過740萬美元，係已繳保費總額嘅約40倍，足夠俾佢一個寫意嘅退休生活。Duncan善用躍進嘅優勢，將財富傳承俾囡囡，等佢享有豐盛嘅人生。躍進具備4大優勢，包括可觀嘅財富增值潛力、靈活運用儲蓄、傳承財富至後代、守護至愛。躍進為你嘅財富增值注入源源動力，助你財富更上一層樓。